来看一个较关心的新闻，台南一个早产的查某婴因为呼吸问题，早起9点外为台南省大转移到南口的中间病院，全程拢爱插管协助呼吸。因过路途真遥远，赛车上无爱3点钟。这个囡仔老母烦恼讲，这个换车都可能造成咧讲线的入去，提早写文章拜托用路人呢，主动让路，为病院到国道的过程，国道的检查车拢全程的介护协助降低转移风险，嘛替这个囡仔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。救护车对台南省大病院出发，后壁搁对2台国道的警察车。远景等水里，搁用风送头叫头前的人让因先过，因为救护车顶悬载一个拄出事早产的红婴仔，才拄对病院风送去的救护车，因为呼吸有问题，要转去南口中间病院。对，然后使他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办法处理生母带，转院到林口长庚这样子。救护车今仔日早起9点外出发，国道警察全程介护。原来老母讲，囡仔转院的过程拢得爱插管，因为烦恼西高速公路会因为侧换车道造成管线脱去，专工伫面车顶悬发文章，提早拜托用路人，若当到救护车，会当主动让引，减少风险。对，我只是想说提醒用路人的，我没有想说要就是造成大家，对，不知道大家都很好，对，大家都是祝福他。因快速通过，因阮车有当下会较济啦，对不对？阮的管制一个就是那边车子直接上去也比较快。对省大病院到南口的中间病院，超3点钟外，国道警察协助开路，尽力压缩时间。转院的过程更加需要用路人的体谅甲配合，才会当替早产的红婴仔争取到上关键的治疗时机。这过程未堪只有一点的差错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